国家两厅院今日公布温室气体盘查结果，第一是用电，第二是温泉品，第三是民众的交通方式。两厅院嘛提出3年的减碳计划，要甲节电上升的旧设备换掉，10支甲温泉品的电子化，某一个带头的效果，鼓励艺文单位做伙来为环境永续来拍拼。侪民众拢会来到国家两厅院欣赏艺文表演，不过无论是空调、温泉品，还是民众产生的粪扫，这拢会增加排碳量。两厅院摆是开记者会公布因完成温室气体的盘查结果，是全国第一个通过 SGS 查证的局长，嘛提出3年的减碳计划。一直不停的在更换我们的冰水主机，已经减掉了1半的碳排放量，所以所以它是还蛮大的，那才会说接下来我们要改的是舞台跟观众的 LED 灯，因为传统的灯具跟 LED 灯又差很多。两厅院一年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是7301吨，占上侪的是用电，第2是温泉品。出来先甲表演厅的电光拢换做 LED 的，10支嘛会全面拢电子化来减少排碳量，希望对艺文团体有带头的作用。怎么算碳排啦？好，然后这个为什么要永续啊？地球的这个升温、温室效应的这些专业的知识，在自己不论是生活或是创作中，好都能够在这个概念下，好永续的概念下，变成一种日常。两厅院表示，这个推动环境永续的计划已经做8年，过程中间慢慢甲设备翻新，嘛希望会当鼓励愈侪艺文单位同齐为地球尽一份社会责任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